手就跟冰棒一样冰哎。去！东很，好冷哦。头头姐姐，你也觉得很冷哈？对啊，东很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因为我们开冷气啊。开冷气？那你们把冷气调到几度？好像是10度。10度？你们太夸张了吧！10度就跟冬天一样冷呢。难怪这么冷，那我去把温度调高。现在变得好温暖哦。对啊，冻小暖。什么暖？我说冻小暖就是好暖和的意思哦。冻小暖。可是你们不觉得越来越热了吗？对了，小蜜，你刚刚不是去把冷气的温度调高吗？那你调到几度啊？30度啊！难怪这么热，30度就跟外面一样啦，等于没开冷气嘛。那到底应该要开几度啊？没关系，你坐在这里休息，我去好了。冬很，好冷，冬很，好冷。彤彤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戴围巾啊？因为冬很。那你为什么要戴手套呢？因为冬很啊。冻小暖，好暖和。冻小暖，好暖和。哇，有了这个围巾，变得冻小暖。那这个手套也给你。谢谢亮亮。戴上手套一定会变得冻小暖。这个暖暖包也给你。哇，暖暖包哎！现在整个人都冻小暖咯。冻很，冻小暖。这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，张老幺。